酒紅色的彩帶順利的灑了下來，恭喜樂天桃猿拿下了台灣大賽的冠軍。8比2，6分之差，中華隊收下12強複賽首勝，也是2003年以來对決美國的首场勝利。這一刻臨時的這一球，一壘方向平飛球進手套，朱一賢抓到了雙殺。2024年11月24號 ，Team Taiwan 寫下光榮無比的歷史。恭喜中華隊成為了2024年第3屆世界首場棒球賽的冠軍。振臂歡呼，台北市信義區香堤廣場滿球迷隔空為台灣隊奪冠喝彩，還拋出藍色彩帶。歡呼聲裡的棒球，我們很熟悉，只是有些站在球場上的身影，卻很少被看見。我喜歡棒球，我睡覺的時候做夢也會夢到我在打球，因為可以像職棒那些選手一樣在球場上奔跑，然後有球迷歡呼這樣子。別人會問我說，就是你想要打球打到什麼時候？然後我就會說，應該就是打到不能動為止這樣。棒球對我來講，就是算是一種挑戰。對，那也很感謝3年前的自己，就是願意踏進這個球場。比起壘球，很離不開棒球。我很喜歡打棒球。如果你今天是男生的話，我要打職業，那我就有一個目標可以去走。就算我不打職業，我打業餘隊，我也有一個目標可以走。當我是女生，棒球對我來講真的就是神啊！還好我遇見你了，真的，因為有棒球我才有今天。今天如果我沒有看到職業棒球，我不會去打棒球，我不會打2屆奧運，我不會在這個地方當教練，我也不會翻轉我的人生。提到棒球，我們總會大喊 Team Taiwan， 為場上的選手搖旗吶喊。當勝利來臨，我們為他們驕傲，也為他們歡呼。只是同樣在紅土上揮汗的，不只有男生。當棒球被稱為國球，我們是否真的讓每一位熱愛它的人都有走上場的機會呢？其實說我們是國球，但是基本上你真的會拿起球來去打的，其實還蠻少的。那所以大家只會看而已，但是實際上去做，因為場地的限制，還有技術上的問題，所以在外面看到的只有籃球場。但是棒球的話，你一定要有相當規模的場地，你才能去做這些訓練出來。如果我們跟日本去做一個比擬的話，日本是幾乎是每個學校都有棒球場，但是在台灣這個環境是比較沒有這個資源。那就算有棒球場，不管是男生或女生，都必須要去租借。那其實租借這個費用是相當昂貴的。那對於打棒球來講，其實棒球它必須要有那麼大的場地，那麼多的人，他才有辦法去打一個團體戰。不像打羽球、打桌球，相對的棒球的這個運動，不管是在技術上，打擊也好，投球也好，還有服裝也好，它所需要付出的資源是相對比較多的。一支棒球隊的成立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場地、裝備、人數、訓練時間，每一項都是現實。但即使如此，還是有很多人懷抱夢想。而在這個談論性別平等的時代，也有一群女孩想把自己喜歡的事認真做到最後。動作做好，力量好釋放。20年前的时候，南部這裡剛好第一支女子棒球隊就是木棉花，那也是從羅教的手中，他算最初期的這個球隊的教練，慢慢輔佐上來。那他的宗旨是這樣，教導不會的人去圓這個夢。那對於古城，我們也是用這個模式。那教導的過程不只是教導他們打棒球這件事，其實我們都是除了打棒球技術上的傳授，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態度，你面對事情的態度是什麼？你有沒有盡力？所以古城這個球隊我在帶，他們應該感受到是很硬的。為什麼？因為我們每年都有設定不同的目標要去完成。對不少人來說，女子棒球仍然陌生，但在台南，有一群女孩正站在球場上，不論場地、壘包還是比賽規格，她們打的和男生沒有不同。其實我對打棒球這件事，我是覺得蠻驕傲的，因為畢竟女棒在現在這個環境算是弱勢。如果說我一些親朋好友或是同事在問我說，那你自己平常有什麼興趣啊，或是正在從事的事情，我都會跟他說，我禮拜六有空，我就是會打棒球啊。然後他們就很驚訝，你打棒球？對，我是打棒球，然後我還要跟他們強調說，我不是打壘球，我是打棒球，而且是跟男生一樣，那種大小場地也都一模一樣。大家的想法会说，女生怎麼可能打棒球？棒球就是男生在打的。对，但是我會跟他們講說不定我打球還比男生還遠。我還就是會問號啦，就是說，原因是什麼？是因為，是因為不理解嗎？還是因為什麼樣的關係會有這樣的想法？還是你有辦法說出一個，比較有根據的點？那像說，可能基於什麼生理條件啊，一定不可以，或是什麼樣的關係？因為，好，就像我跟我媽媽，就是她也會這樣子跟我說，然後我最後都問她說，你覺得為什麼不可以？那她最後也只會跟你說，她覺得會曬黑啊，然後她覺得女生就是不可以這樣黑黑的。可是這就是不是一個說服我的理由，所以其實我更多點就是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但是目前也沒有特別聽到說為什麼，就是他們也沒辦法講出為什麼女生一定不可以。可能比如說像我們去复健的時候，复健師一定會先問我們怎麼受傷的嘛，我們就打棒球，他們也覺得很稀奇，對啊，久了之後你慢慢習慣了這樣的感受，那你會覺得說女生打棒球其實也是一件蠻帥氣的事情，對，可能你會覺得說好像社會上他們的一個設定已經預先設定女孩子應該就是壘球，那我不想要做被設定好的那一個人，我想要去跟人家玩不一樣的事情，好，包含上我在教育我的孩子也是一樣，你可以去跟同事跟別人做不一樣的事情，對，所以我會想要說，我來嘗試看看棒球的部分，然後這個嘗試很可怕，一嘗試之後就愛上了，對，真的有些人的想法跟有些人的那些既定的印象，實在是不太好去改變，只是因為他們真的是以前的時候，真的沒有看過。那真的他再繼續往下普及下去，過10年，也許他們就不會覺得這是一件奇怪的事。而且我覺得，也有一些東西是女子棒球有趣的地方。那我們也像男生的球員一樣，就是很努力。雖然我們身體條件，真的有些不一樣，但是，我覺得對棒球的就是喜歡的程度啊，以及我們對練習的投入，然後對比賽勝負的那種追求，我覺得是一樣的。就是我跟你講的，我們傳球不是只靠手，全身都是要有力量。一開始對於他們打棒球覺得很驚訝，因為他們想要練習、想要參與的那個企圖心其實是有的，有時候比男生還要強。看他們在拼，我們自己也不能休息啊，因為你看我整天就剛剛才坐下來休息而已，也沒有休息啊，因為他們就是我們一個禮拜只有1天嘛，大家都是士農工商嘛。所以很把握這個機會，有時候我們也不常來，因為工作的關係，對啊，所以大家其實他們都很珍惜在場上的時間。對，不是說一個球隊你隨便組就組了起來，因為你沒有場地、沒有資源、沒有教練、沒有任何人幫忙，根本幾個人玩在一起就是玩樂，他是玩球不叫打球，所以那個感覺不一樣，就是你可以找到一些跟你志同道合的隊友。很難，但是你又有辦法一直持續的延續到現在，真的很不容易。你社会球隊來講，你光找一個教練，光找一個球場，很難。
對啊，因為你没有人幫忙，你沒有資源，根本玩不起來。對啊，因為你看球具什麼的，都也是靠大家去贊助啦，大家也有繳隊費去購買一些球具啊，所以這都是很不容易。以古城女子棒球隊來講，我們的球員有來自於公務人員，來自於一般的社會人士，來自於學生，那還有甚至來自於是從屏東或是從高雄遠道而來的一些球友。那在這個組織上，我們也沒有任何的資源，主要都是來自於球員，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教練也是一樣。那大家就只是為了熱愛棒球。也許就是這樣的傻勁，讓喜歡不只是停在憧憬裡，而是一次一次回到球場，把夢慢慢練出來。其實我爸小學的時候就會帶着我們去運動，但是因為其實都沒有球隊，因為其實真的重心都還是在讀書上，所以真的是課業之餘，就是爸爸會帶着你可能去公園啊，或是在家裡前面傳接球，然後當然就是大學之後可以去參加一些社團啊，或是參加球隊。但說實在，那時候在大學的時候，他女子棒球的推廣度還沒有到這麼高，所以其實你可能就是要打系上的球隊，但系上的球隊說實在的，男生還是居多，所以當然就是那時候還是會進到裡面，然後跟大家一起運動。但是當畢業之後，也會開始擔心說，是不是沒有球隊可以繼續打了？那就剛好找到台南這邊有女子棒球隊，所以就真正決定說要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棒球身上，因為有一個專門可以讓女生打的球隊。其實看棒球的時間也蠻長，然後就一直很喜歡棒球。然後看球員在場上比，就會想說，你這個球這麼簡單，怎麼會漏接？然後就想說，到底是在幹嘛？後來就有一個想法說，球員平常表現就是我們都會去批評他，那是不是我們自己去親身體會一下棒球這個運動，自己去接，自己去投，自己去打看看。我好像覺得踏上紅土，我有一種被療癒的感覺，就是你會覺得好像踏上紅土是被充電的。對，你在這裡，你可以釋放你工作上的壓力，釋放你家庭的壓力。對，那你也可以在這裡得到很多不同的快樂。也許帶着病痛，但是你會覺得這個痛是有意義的、有價值的，因為你可以跟一群孩子們在紅土上奔跑，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對。每週禮拜六出現在球場，對我來說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我可以禮拜一憂鬱的上班，然後就一直期待，終於到禮拜六，我可以來球場上解放了。這樣，那很多女生也喜歡打棒球，沒有人聚集在這個球場，可能就變成回歸到之前我講的，我可能也是回歸到自己在家裡面丟球啊，或者是就是去那種大魯閣打擊場，就是打那種發球機的球啊，這樣過癮而已。至少大學啊，然後到出社會，就是透過棒球，其實可以認識到很多不同的朋友，就是我們的隊友。那我覺得其實不管是球技上，就是球技虽然是一個部分，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就是你可以透過棒球，其實認識到很多朋友。那這些是我覺得，如果我沒有就是喜歡打棒球這件事情的話，或者是沒有繼續投入在棒球這件事情上，我可能假日就是只能躺在家裡，然後也不會有人會來找我。但我覺得就是因為有棒球這件事情，所以我現在假日至少還有一群，就是至少10幾個人都願意一起出來一起運動。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起棒球這個本身球技這個事情上，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一件事。棒球帶來的從來不只是輸贏，也不只是眼前的快樂，是找到自己，也找到一群願意一起往前走的人。因為以科班來講好了，科班都打棒球都是男生，沒有女生。但是因為這幾年慢慢發展，甚至國小、國中到高中，從軟式打到硬式，慢慢都已經在建立，到大學都已經在建立那個體制。就是我覺得未来的女孩子就很幸福，因為很多前輩都有在鋪路，而且他們很願意付出。因為像我们現在打這個比賽，女棒聯賽來講的話，他們就還蠻照顧未來的小朋友。
他們辦了 U12、U15的比賽，甚至高中生，他們都可以一直有比赛，或者是一直讓他們有一個環境可以去做這件事情。我覺得現在小孩真的還不錯，就有點像打社區棒球的感覺吧。而且這樣也算是一種小型的社會。我覺得在球隊就是小型的社會，就是你培養你的人際關係，培養你的一些為人處事跟認真負責的態度，我覺得這都在球隊就可以展現得出來了。球是圓的，所以怎麼樣球会怎麼樣發生，什麼樣的事情都不知道。就像我的人生一樣，未來会遇到什麼樣的事情，我也沒有辦法去猜測。但是就是勇敢的去突破。我有設定自己有一個目標啊，对，我的目標是選上國手這樣子。在古城，有人為了快樂而打球。也有人開始思考能不能走得更遠。當喜歡變得認真，夢想也就慢慢有了方向。我們當這個棒球技術的傳授者，我的認知是這樣：既然你有繳隊費，我們就有責任讓你每次的練習能帶一些技巧回去。你今天來學習到什麼東西？那教你的時候，你回去要自己自主練習。那自主練習，當然我們在每個禮拜六的練習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到他們的成長。那當然，這個要求的過程，有些人認為我只是有興趣打棒球，那我們也會做適當的一些調整。所以，我們是秉持社會奉獻的角度來帶領這個球隊。開始哦，積極哦！慢慢帶領這個球隊的過程，其實我感受到每個球員，他們想往自己的夢想去前進。那這個夢想是什麼？就是當女子棒球隊的國手。對，那當然我們不可能一步登天，一定是要循序漸進，所以才會先參加女子協會的聯賽。那聯賽其實我們也達到不錯的成績，那才會設定後面的目標往前去邁進，那才能讓選手往這個自己所設定的目標，就是成為國手這個夢想去前進。武神，武神，當喜歡慢慢變得認真，有些人也開始思考能不能把棒球走得更遠。而在台南這座城市裡，也有一條讓女孩們持續訓練、持續往前的路。我覺得社會球隊的話是大家都是熱愛這個球類，但他們並沒有基礎。那我在中間的話，大家都是有以前打壘球的，不管打壘球、打棒球，我們都有一個基本的底子在。那訓練的課表就會依照我們的專項需要的東西不同，所以我覺得社會球隊會偏向就是大家先喜歡這個運動，然後我才來參加這個球隊。那這樣的話就是增強我自己的技術。就是在我們學校球隊單位的話，當然就是有一個系統性跟每一年的一個大專杯的一個需要備戰的一個部分。那社會球隊它比較不一樣，是它是利用6跟日，可能我今天空了，我再去參加啊，或者是就是可能是零基礎的這個部分。那可能它的技術面的這個狀況會參差比較，就是落差比較大一點點，可能沒有辦法很穩定的，我每天都固定來10個、15個。可是我們在學校球隊就是，我們訓練一定都是最基本的，全隊一定會到，對，所以他每一天的訓練是持續穩定的。心裡還是會想要去挑戰日本，就還是以旅日為目標，就是現在珍惜好好當學生的時候，讓自己的球技就是增強增進。我當然也想要留在台灣，但是重點是從以前到現在，我們就是輸日本就一直都是事實，就是想要出去看看我們到底缺的是人家什麼。像是台湾到現在女棒還是對於銜接這個東西還是不太完善，就是老一輩銜接年輕這一輩，就是還沒有辦法像日本這麼的完整。像他們去年亞洲杯就是以全新的陣容，就是一樣都是跟我一樣是大學生，但他們卻可以打出這麼好的成績。日本像是一個更完整的答案，
但對多數女孩來說，在抵達那裡之前，更先要面對的往往是眼前的現實。其實我也會害怕，就是可能是不是大學畢業之後，我是不是就要放棄棒球這一塊？所以我要先去打工，等我經濟比較足夠一點的時候再回來打棒球。但是又會怕啊，我這樣那麼久回來，我會不會跟不上別人這樣？那我現在面臨到我自己的學生那就是翁麗雅，那他現在也是遇到就是家境不好，可能就是有一些困難，經濟上的一些需要他幫忙家裡的部分。那他的球技也不差，那他也很想好好的打球，可是因為在球队跟在家庭上，他必須要有一個資源，那我們沒有辦法完全的一個供應他說，完全就是能夠普及到他所有的，連包括家裡的這個部分，他就必須要自己去打工。那自己就必須要跟老師說，老師，我可能要請假。那請假這個部分，就是我現在遇到的最大的困擾，因為我們在比賽的期間一定要長時間的配合。那遇到他這樣的孩子，對我們來講，他也是在看他怎麼樣翻轉他的人生，他也在看棒球我打完之後我該怎麼辦。我這麼愛棒球，可是我因為现在的家境，可是我沒有辦法去全力的付出，有時候還需要跟老師，我可不可以這個比賽先不要去，我可不可以先去打工？這樣的困境從來不只發生在一個人身上，對許多喜歡棒球的女孩來說，難的從來不只是訓練，而是走到最後還能不能繼續留下來。男子棒球的部分呢，它有職業化嘛，那有所謂的最好的就是打職業，或者到國外去當球員。那以女生來講是完全沒這個機會，目前來講是完全沒有這個機會的。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沒有到職業球隊的，他們還可以到合作金庫，或者是到台電的部分。那台電這個部分呢，他們以後都可以輔導就業。那為什麼女生這一塊沒有？我期待是他們的以後不是只有打完球這件事，而是退役之後他們的人生在哪裡？像日本，它就也是有社會人，然後它也是有女子棒球，对。但是你可以打到那個階段的，好像又不多，因為你在台灣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專業訓練。像我們從小到大就是所有接觸都是專業的棒球訓練。但女生她們可能就是要訓練壘球，然後壘球沒比賽的時間才會來訓練棒球，不像我們從頭到尾都是在練棒球，她們可能要練壘球的嘛，但是壘球跟棒球又是不一樣的東西，所以你的訓練方法又會不一樣。所以我覺得女生她們可能學生畢業之後，她們就會面臨我要轉換跑道去找別的工作。現在在女子的軟聯裡頭已經有24個球隊。可是他們也面臨到就是所謂的，他們國小畢業之後很想要打，可是到了國中，我該到哪個地方去打？畢竟很多的可能男子棒球從1級到5級的棒球，他們都可以1連冠都上來。可是對女子棒球來講，可能我小時候玩完了，花東那一地區的小朋友打完了，我國中要去哪裡？我沒有地方可以發展，甚至於有的學校組不起來。就是可能一個球隊需要最少9個人，他組不起來，那有可能就這樣子就沒有了。或者第二條路就是轉壘球。我們很喜歡打球，可是我們很希望我們也能因為打球打到跟大家一樣，我進河庫工作。我們不敢講現在就有職業隊，但至少有一個業餘或者是城市隊讓我們打。那我們也對未來更有憧憬，我們會一直為了這個夢想而延續下去，而不是我打到大學畢業。我要擔心我的工作在哪裡，我還能打球嗎？所以這就是我們目前女孩子遇到的比較大的一個瓶頸，這樣子。我們學校的部分就是在中信金融管理學院這邊，能夠讓學生在讀書大學的這個部分會有一些基本的補助，讓他能夠好好的打球。對，那學校的部分當然除了這個之外呢，還會就是鼓勵學員就是考金融證照，讓他們能夠
畢業之後如果沒打球，也能夠銜接社會。但是如果我們現在就有這樣的一個制度，他們畢業之後就不用再擔心這麼多的問題，就可以直接進到職業隊或業餘的球隊去，那也不用在現在就考慮說我以後的未來怎麼辦。放眼日本，女子棒球有着不同的樣貌，不論是制度推廣，還是社會看待女子棒球的方式，都提供了另一種可能，也讓人開始思考，在台灣我們還缺少了什麼。像日本在推廣女子棒球，比較常看到就是鈴木一朗，他會號召一些退役的球星組成一隊，然後每年都會跟日本女子棒球的可能是他們的什麼聯盟的冠軍之類的，會與他們一起參加就是友誼賽，然後推廣給大家看這樣。像去年就有亞洲盃女子棒球嘛，然後台灣有組隊去參加，然後那是我比較少看到的女子棒球是有轉播的，然後其實台灣也打得很好，然後我覺得像這種東西就要多一點推廣，大家才看得到，然後甚至吸引企業來贊助，像鼎新吧，他們就一直有在持續的贊助這個東西。我覺得其他企業可能也可以來效仿一下，就讓女子棒球變好，大家看到也不會覺得用那種很奇怪的眼神在看這些女生說啊，你們為什麼要打棒球這樣，他就可以讓別人說，就像男生打職棒這樣，對，這才是真正的國球吧，大家都可以一起參與這種東西。很多職棒球員不管是張泰山也好啦，或者我們講的就是很多的原住民，他們也都是偏鄉地區的選手，但是他們靠着棒球他們翻轉了。那我是覺得我們是不是女孩子也有翻轉的機會，也能夠靠着棒球來做一個翻轉。希望未來這一些制度能夠改变，讓我們真的能夠看可不可以真的有職業女子棒球能夠給大家看到。因為我從小想打棒球都沒機會，我也想要站在職棒的舞台讓人家看到我也可以，可是我沒機會。我們如果沒有舞台，那我們想要是沒有用的。你們給我們舞台，我們才有辦法去執行嘛。对，所以我們希望的是我們有這個機會，也能夠有國球這件事，而不是男生跟女生，是我們也能做到。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做到。當棒球被稱為國球，我們習慣看見一條清楚的路，只是對這些女孩來說，那條路並沒有為她們準備好。她們沒有缺席，也一直都在球場上，只是要走下去，還需要更多的可能。真正需要被接住的，不是他們的熱情，而是他們走下去的路。